爱之离，爱愈爱；为分之离，分愈分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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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定赢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定赢。姐，阿静啊，你是安怎？阿姊，你是安怎啦？月静啊，阿囡仔你哭啦？阿母，你是毋是去甲阮阿母讲啥？也若无，你是安怎向你保证，绝对袂互我甲玉清离开你的身躯边？今仔日我去病院看杨天生，又搁撞到志强因阿母来侮辱阮阿母，我实在想无，伊是安怎要遐尔糟蹋伊家己，委屈伊家己？既然伊袂转来杨天生的身躯边，啥代伊袂转来甲阮团伊？我毋若一摆。该提起爱伊转来这件代志，我逐摆讲，伊逐摆讲，我知影，伊是毋甘我甲玉清，伊的心肝内还搁咧思念阮，阿母，你嘛是我的阿母。你心肝内咧想啥？你一定知影，你甲我讲好无？无毋对，我是有去甲讲，我是有去甲讲，我希望伊莫倒转来。阿母，你哪会讲这款话啦？都才有讲过，我嘛是你的阿母，你的亲生阿母唔甘你，疼他。我这阿母，敢讲饲恁10几年，我就甘愿恁离开我身躯边是。我知影我较自私。我嘛知影，我根本就无这资格，会甲恁留落来。
也毋过，我一开始我就想着讲，恁拢要离开我了后，这间女校就剩我甲美娟，我就无法度搁再看到恁家弟啊，嘛无法度搁再听到恁叫我一声阿母。我就想着讲，这10几年来，咱做伙斗阵的日子，你讲，阿母敢会艰苦？阿母敢会唔甘？阿母敢会流目屎血？所以我忍袂住，才走去甲讲。我要爱伊体谅我，嘛要爱伊可怜我，因为不管安怎讲，12年的时间无算短，12年母仔囝的感情，不是讲要切，就会当切。我知恁拢希望恁阿母会通倒转来，一家伙会当团圆。但确实讲，伊若无搁看恁老母艰苦，你会请伊倒转来。我知影，前世总是前世，迄种血的。是我无法度变的，不管我搁再安怎做，我永远都无法度变。阿母，陈天心。阿杰，我即摆在应家，你过来。唔准我入来伊的房间。你有偌清高，恁两个嘛是客兄伙计啦，甲我有啥物无共？杨天生，你糟蹋我一世人，敢无共？即摆佫继续糟蹋我！我无可能佫拖着你啊啦！你来，玉珍啊，你来遮啦？玉珍啊，起来啦！你创啥啦？阿母，是你啦，是我唔对，是我误会你啊！玉珍，起来啦，起来才讲啦！阿母，我袂起来。请你原谅我，我到今摆才知影你受偌济委屈。你唔讲请养我10几年的阿母艰苦，你牺牲你家己，你
家己痛苦，嘛爱我个有钱老弟的身躯边。阿母，我感觉我家己足见笑的，我一摆搁一摆误会你，你一摆一摆忍受来原谅我。阿母，你实在真伟大。原来你一直拢在宽恕我较有钱，从来都唔捌甲我放袂记嘞。阿母，我了解，是的请一边，因为功劳较大体。毋过你讲，我这做查某囝哪会忍心，甲家己亲生老母放下袂管，甲来去诱惑伊个车用坏阿母。我安怎讲？你嘛是花太10块货甲我生落来阿母啊！玉清啊，我亏欠恁车底啊，实在足多足多。恁阿母所予恁的，是我永远拢袂当甲伊比的。伊若无收留恁车底啊，伊若无照顾恁阿爸，咱饲家都永远无可能会当团圆。但要讲伟大，伊比我搁较伟大；但要讲委屈甲痛苦，伊所忍受的比我搁较侪。但要讲阿母，伊才是你真真正正的阿母，阿母。小青，每当听到你讲这个话，我就足欢喜，嘛足满足啊！听阿母的话，你起来，你倒去好好啊友好恁阿母。你若想我，你若唔甘我，你就来看我就好啊嘛！我爱，你今日若是无甲我回去，我就袂起来。因为我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，有情阿母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拜托你，我等你啊，我阿母，我答应，我答应你。我厉害甲阿天。这是你的药啊。哦，多谢。来。无水啊，我去摕滚水。玉姐，天星姐啊，我拄才去找阿母，我实在不忍心伊受遐济委屈。遮济年来，伊食的苦嘛已经有够啊。我拄才有求伊，伊已经答应啊，明仔载要回去。安尼好啦，一个破碎的家庭，总算会当团圆啊。天星姐啊，啊你咧？我无要紧啦，头前自做囡仔到这当今，嘛暗捌真正倒落过。你若无误会我甲恁阿母，安我就真欢喜啊。天星姐啊，真多谢你，
我嘛要代替阮阿爸甲你说多谢，你真正是阮世界大恩情人。唉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七强啊，他玉珍来伫遮，你嘛去倒一杯茶，谢谢恁五请伊，啊。唔免啦，天生姐啊，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喂，玉珍啊。玉珍，我代替阮阿母，甲你，还佮恁阿母回失礼。志强，你要好好照顾恁阿爸，伊即摆已经有岁啊，莫搁惹伊生气。哎，玉珍，玉珍。新官、下官，有欢喜嘛？看你拄则迄个表情吼，我就知影讲你有冤情啦。见面讲我还袂老啦，我阿姨啊吼，虽然是50岁，敢若亲像一尾活龙呢，下叫。唉，秀啊，我感觉你这人怪人呢，你足奇怪的。你虽然别装遮尔看，迄房间几若间呢？你别位你唔见甲间一间哦呢？哎哟，乱七八糟啦！还佫敢若真久无人大过那款，迄臭扑味真重咧。咱两个人斗阵哦，迄气氛规拢破坏去了，足无才。你别想，我就是要倒一句，因为倒这，我才会快乐，我才会感觉满足，我的心肝头才会快活。李秀萍，我就是要困你的物件，我就是要讲你的物件。我怨你，我要报。阿母，阿母，好啊啦，莫阁唔甘啊啦，你阁有我啊。你毋是时常拢讲，我就要家己找麻烦的。啊，你有我这个找麻烦的查某囝，你又惊你后盖无聊？美娟啊，以后玉清无在遮，你会想伊无？当然会想啊，也毋过我阁会想玉珍姐啊，阁会想阿伯啊。哎呀，母，你想看嘛？咱下面遮地仔已经住10几年了呢，啊，因啥物个性你敢毋知影？因一定会倒来找我啦，只是我一时无法度接受。因本来是我的亲人，结果煞变做是人客。阿母，你哪会讲安尼？什么人客啦？当我倒来找你的时阵，会叫你头家娘，一定叫你阿母的嘛。我知啦，阿母什么拢知啦，你都毋免安慰我。去甲阿母拣一件较水的衫啦。较水的衫，你想要创？啊，玉珍其实老母要来，我嘛着要装一个较水的，啊，互因看着讲玉珍甲玉清伫咱遮过得真好，无食着苦。你就是安尼啊，爱民主。我的海角天主，甘心命提出心心。我走啊！这摆我唔知影我家己要去倒位。真实的，我向恁大家讲一声实的，
我毋甘毋望你会当原谅我，也毋过为着提升，为着手关啊，为着玉清，也阁有恁的阿母，我的离开才是解决所有的代志唯一的方法。头家娘，玉清甲玉清，就要继续麻烦你啊！你已经斗阵生活10几年啊，无需要因为我的出现来改变。恁就当作我无转来过，恁就当作无我一个阿母，恁就当作恁只有一个阿母，就是请养恁10几年，陪伴恁大汉的阿母。我新闻卖讲，来，你别讲。船长伯啊！好啦，你新闻卖讲啦，你阿莫为遮大，稍好困一下，我来传面会啊。船长伯啊，我若住咧遮，啊你去甲因讲，伊嘛是同款的来找我，安尼永远拢无法度平静落来啦。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强行家己来怀疑。体会你毋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